OK 嗱，幾位同學，咁啊，我哋而家就嚟出發去呢個台灣啦。咁不如講講你哋嘅心情如何先啦？我而家嘅心情咧就好興奮啦，既興奮又興奮，都興奮，就好興奮，緊張咧，既緊張啊又緊張。多了，終會踏足這峽灣，劃破了風衣，掉了救生衣，未曾想過會幸免。若生於某個總擠不進我地點，注定遠征一這發熱汗腺也都乾透了，雙腿卻繼續狂風。再衝出那人浪，幾次被埋葬，窄巷中復活過幾趟，留一口氣講，再失敗自動看透，那不甘去為我來營救。向着太陽狂走，撞進了冰山。上車舉手啊！要急彎，一秒從未想折返，就望到了，就能望到了，終會踏足這峽灣，劃破了風。喂，而家你哋去到邊度啊？我哋而家喺中正紀念館呢度。 OK，咁啱啱就睇咗一輪啦，咁啊感覺如何？震撼啊！震撼啊！震撼啊！半島蔣介石佢雖然輸咗俾毛澤東啦，但係咧佢都有好多成就嘅。咁我覺得大開眼界，大開眼界，大開眼界！見到好多以前蔣介石嘅歷史啦，係可以喺課本要嘅知識。世中絕地裏反抗，誰多於暗光，直到失敗自動看透，讓那不甘去為我來冰山捲上了急彎，一秒從未想折返，就望到了，就能望到了，終會踏足這峽灣，劃破了風衣，掉了救生衣，未曾想過會幸免。光最快，不急不自動再手亂世中絕地裏反抗，誰多於暗光，直到失敗自動看透，讓那不甘去為我來營救，向着太陽狂走，撞進了冰山，上了急彎，一秒從未想折返，就望到了，就能望到了，終會踏足這峽灣，劃破了風衣，掉了救生衣，成全這最美歷險，逆光中進發，不甘安自動漫天，上路去再實踐。多頭張。究竟佢咩事咧？佢應該4月差唔多正死㗎啦。撞碎了冰山，衝過了急彎，登上遠夢的峽灣。望到了，望到了，白雲踏上一片藍，記載了兇險，上世也不淺，腳踏這裏這一天，歷史終結算，一生走出錯地點，乾
開始見到愚忠嘅校徽出咗嚟。